来看南投的埔里林保署的林班地，自过年的前一天就咧火烧，到当时也未拍花，统计已经烧掉40公顷啊。这林保署甲消防空勤继续咧拍火，主要就是因为最近拢无落雨，这风又搁透，才会让这火搁倒起来。 陆军特项部直升机飞划过来，瓦棍气流无稳定的火场顶头倒水拍火。南投县埔里镇观音瀑布附近的林业保育署112林班地，过年时阵发生森林大火，本来火已经控制，不过离时火搁倒起来。哇，风太大喽！王伟要撤喽！撤了！我来了。 这么炭烧的总面积差不多40公顷，林保署出动60个人，24点钟久拍火，已经开出一条2559公尺的防火线，也请军方加空军总队总共出动214台次的直升机对空中拍火。林保署讲，这个所在是占跨桥混合林，涂骹的凹土层至少有30公分高，地面的火拍花了，下骹也是有300-400度，而且最近无落雨，风搁透，火才会搁倒起来。 即便地表火是已经灭掉了，那个腐殖层的温度都还有300-400度，那再加上这边的地形风鼓风上去，加上高温，就向上延烧。其实我们在埔里的侦测点并没有侦测到明显有空气污染异常的部分，所以我们还不会启动这个应变机制，但我们会持续追踪。那只要有减少出门或戴口罩，我们会在官方网站跟脸书都会马上提醒大家。南投县环保局讲，森林火灾的所在，甲埔里镇中心也搁离一段距离。这个监测站也未发现 PM2.5所在异常，所以会继续追踪。林保署已经加派5座拍部队，对火场的山岭线顶头向下骹喷水降温，希望赶紧将火拍花。记者综合报道。